齊爾嘅遺囑，預料將會交代佢嘅繼任人。有電視台就發放相信係兩個發動襲擊嘅兇徒嘅相片。由陳家珍報導。巴基斯坦一間電視台發放最新嘅相片，見到一個戴住太陽眼鏡嘅男人，一隻手指向貝羅齊爾嘅方向，相信係拎住槍對準貝羅齊爾。而企喺後面着白袍嘅男人，好可能係引爆炸彈嘅兇徒。第三張相就喺槍手開槍之後影㗎，原本企起身嘅貝羅齊爾已經唔見咗。電視台話三張相都係一個業餘攝影師影到㗎。另一間電視台又發放咗貝羅齊爾座駕嘅照片，後座有一大灘血跡，仲有相信係貝羅齊爾嘅衫同埋鞋。而嗰個被巴基斯坦內政部指撞斷貝羅齊爾頭蓋骨，導致佢死亡嘅天槍把手就並冇血跡。對於貝羅齊爾嘅親信質疑貝羅齊爾前額同頸有子彈窿，內政部堅持佢冇中槍，話歡迎佢嘅親信開棺驗屍。美國紐約時報報導，莫沙拉夫政府拒絕俾外國專家協助調查貝羅齊爾嘅死因。貝羅齊爾死咗，佢領導嘅人民黨前途好受關注。貝羅齊爾原來早就立咗遺囑，佢嘅仔稍後會讀遺囑，交代貝羅齊爾嘅遺願。由於貝羅齊爾嘅大仔今年只係得19歲，太過年輕，分析認為可能會由佢嘅丈夫扎爾達里領導人民黨。人民黨嚟緊會商討係咪參加下個月8號嘅國會選舉。選舉委員會星期一亦都會開緊急會議磋商，但係暗示有可能押後大選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話：延遲選舉對任何一方都冇好處。假如選舉可以安全進行，就應該如期舉行。有線電視記者陳家珍報導。